合政府推动限塑的政策，台中市长罗秀燕来宣布，10月初一开始，台中市的饮料店袂当阁提供用一届就单调的这种塑胶饮料杯，若是查到相关罚款6000块。 行政环保署为2018年8月开始推动减塑胶政策，台中市嘛面前推动减塑胶。市长罗秀燕宣布，今年10月初一开始，台中市饮料店都袂当阁提供用一摆性饮料杯盒。总共有将近5000家，它是不可以再使用一次用的塑胶饮料杯。市府环保局讲，台中市连锁饮料业者为110年1月初一开始，就已经无阁提供玻璃桶和别种材质的饮料杯盒和餐具。即摆因为国际减塑胶趋势，会扩大实施对象和范围。10月1号开始，商家就不会提供一次性的塑胶杯。环保局强调，即摆台中市列管饮料店超有5000间，其中60%以上业者也有伫咧使用一摆性的塑胶饮料杯盒，伊嘛加强辅导和宣传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